台湾籍的教师张立济因为有中国电击症，去互陆委会废除台湾身份，这也是目前的头一例。西北太平洋顶头上近48点钟后，就去做今年头一粒风台蝴蝶，而且真有可能会影响到咱的台湾。国内疫情在咧加悬，有药师讲买酒精的人变较侪，救会时阵厂商讲要起价，若厂商买货公司等到原价无犹太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日AM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台湾籍的教师张立济，因为有中国电击症，去互陆委会点名，要来废除伊台湾的身份。未来若准备来到台湾的，就要申请入境许可。这是因为有中国电击症来注销台湾身份的头一例。那已经废止张立奇的台湾身份啊，那未来他如果要来台湾，必须要依照两岸条例相关规定申请入境许可，并经过同意以后才能够入境。这福建华侨大学教册代职人士张立济，互陆委会点名废止台湾身份，也是4月了后第一例。主要是张立济伫104年领中国电击症，陆委会表示，若民众伫中国有户籍，包含有中国身份证甲电击症，会失去台湾身份。不过张立济也回应反击，非法行政滥权给迫害，我坚决的要反抗这些绿色恐怖。大陆真的是比台湾更民主、更自由。张立济批评陆委会非法滥权，质疑行政部门无经过修法就取消台湾人民合法的身份。国民党立委认为，不断个人的身份应该要有明确的法律甲证据，免凊彩延伸法律电击。不过，民进党立委强调，陆委会符合法律。剥夺公民权是一个很大的处分呐，哈，那这个处分一定要依法有据，你不能自己延伸喽，因为法律规定就是护照跟户籍哦。陆委会对于已经在中国设有户籍、取得中国户籍的国人取消在台湾的户籍，我想这是符合法治国家的作为。张立济是中方实施福建建设两化融合发展示范区10项出入境政策了后，第一回伫福建定居的台湾民众。不过陆委会强调，未来陆续有相关的情形都会公布。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内政部今日公布，根据已经删除的纪念日及节日实施条例，今年开始呢，6月15警察节，全国警察机关学校人员放假一天。消防署也宣布，明年开始1月19的这个消防节呢也会放假。警察权益促进会就表示讲，除了放假，也希望政府来重视讲，这警消人力长期以来拢真欠的问题，也呼吁政府呢爱甲因立去即按法的保障。欢喜和圣罗西亚籍的博士毕业生做伙翕相，总统罗清德就任了后第2摆参加警察大学的毕业典礼，除了呼吁大学未来的国家新力量爱重视人身的安全，高护家庭，鼓励警大的校训绳来鼓励因。有分3个层次，不自欺，也不欺人。面对工作的困难，我们要了解自己的不足，那也不要自我夸奖，更重要的是。不能够吃案。顶个月，总统府发布总统令，公布纪念日和节日的实施条例。除了增加4加1天的国定假日，今麦内政部嘛根据条例的授权，确定对今年6月15警察节开始，全国警察机关警大警专休假1天。在守护不打烊、治安无空窗以及民众安心的前提下，未来警察节将由各警察机关依辖区的特性、治安状况及勤务的需求等。规划所属同仁放假事宜。那敦市警员会当报销，那唔是敦市警员，拄着拜六礼拜，嘛同款会伫前后上班日报销假1天。那是警察消防署嘛对咧做，每年的119消防节嘛会比较办理来休1天假。迄天若是有上班，也是老守的人员，会当选别天来请休。基层的警察嘛欢喜看到警察节以后，唔那只是纪念性质，但嘛希望受过长的工时的问题，嘛会当互看到解决。在当初那个工时有改革的时候，他其实有要求说，一般那个员警的每个月加班时数不可以多于60，外勤是不可以高于80，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实际的落实。然后其实警察他的辛劳跟危险程度可能也比一般的劳工还要多，但是他领到的加班费却比你原本领到月薪相对折算下来的时薪还要少。
所以我们认为说这样很不公平，我们的诉求就是应该要领全薪。面对长期以来工时拢真长和欠人力，警察权益推动协会是发话讲，除了解决加班的待遇，希望政府会当甲警消这公务员比较劳工，嘛抗日战法来保障。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感谢国军长期以来守护国家，这6间国际航空对7月开始呢推出着军人大成上训练机的服务。不过国防部是有规定，讲这出国的官兵是袂当找身份证明的，防执行讲是看有食无。那国防部也讲会配合来修正相关的制度，甲这限制汰掉。交通部长陈世凯、国防部长顾立勇到场比赞，官兵摕军人本人优先登记的牌啊。对于7月开始，6间国际航空公司共同推出现役军人坐国际线航班，享有优先登记的礼物方案。陈世凯讲是为着表达对国军保卫国家的敬意。未来第2阶段希望扩及到现役军人眷属。我们也希望在第2阶段，在身份认证上面，对航空公司来说便利的状况之下，我们希望眷属能够列入第2阶段的这个优惠。看似是一个平衡的安排，但是却蕴含对军人恪守职责的认同跟感谢，对国军官兵而言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激励。未来国际航空航班伫进行登记作业时，会经由登记公布邀请军人优先来登记。军人只要提出军人身份证，工作人员看过了后就知有礼物。也不过根据国军人员身份证明管理要点，规定官兵袂使拿身份证明出国，防执行礼物恐惊看会到食袂到。国防部赶紧应应。国防部已经配合修正了相关规定，删除不得携带身份证明出国的条文，调整为连国内的航线都可以比照的话，更好的一个方式。那当然，这个也必须要有一个共识，因为毕竟这些会影响到一般的百姓。就伫国内推广建军文化同时，强军亦搁对台湾增加军事压力。进前524年假，强机侵扰台湾的数量有小可较减少。不过国防部初6公布，一天查到38架次强机、7架强艦、1架公务船伫台海周边活动，国军也是严密来监控处理。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风台雨对台湾来讲是一个真重要的水资源来源。正在念讲，为什么还无风台呢？想袂到这风台伫要来咯，这西北太平洋顶头上近48点钟后，就会结束今年头一粒风台雨蝶，而且真有可能会影响台湾。目前这资料显示，会通过台湾的东部海面上北的几率较悬。有专家认为讲，若阵接近台湾上北了后，就会引进西南气流，南部地区到时阵落雨时间就变较长啊，不过一切也是爱这以风台敢会来做决定。大雨是来甲急搁紧，一直到后礼拜2，各地拢是照常5后有短暂雷阵雨的天气。菲律宾东南方海面云阵也当地发展，而且2-3天内都有热带性低气压形成的机会，也有可能搁发展成今年头一号风台雨蝶。拜3开始，台湾的天气都会受影响。未来系统如果有发展的话，目前沿这个太平洋高压边缘北上的机会，这个路径机会是比较高一些。下周3晚一直到下周4，台风如果是走这个台湾东半侧外海的路径北上的话，那主要影响的区域就会是以北部、东半部降雨是比较明显为主。根据欧洲气质扫台模式，各国对热带系统未来路线预测也是差真济。有预报是往南海行，也有预测显示可能挖近甚至通过台湾天顶，也有可能是沿台湾东部海面上北。目前资料显示，后2项机会较大，关键就爱看太平洋高压的强度。目前路线变化也真大，拜4、拜5挖进台湾，是不是有西南气流爱过观察？整个结构上来说的话，可能会是一个比较不对称的一个结构，是不是会把南边的这个西南季风，或是所谓的西南气流带到台湾的附近来？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它的尾巴的这个部分对台湾的影响就会比较大。分析师提醒，若是后礼拜3了后有安排雨啊活动，爱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刚好热区会对热带系统的路线行真有确定。台湾整合风灾工程技术顾问公司指出，比起前一天的预报，后一模式的预测拢有做修正，是向琉球群岛去的趋势。但是今年甲单也是无看风台形成，气象署分析，这不是罕见的状况。有记录以来，西北太平洋上万形成头一个风台记录是2016年7月初3所形成的尼伯特风台。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台南安南区的青草轮爆花，拢是用这蒲边啊伫饲蚵仔。这几天呢，这南部天气无稳定，风影有较大，煞甲这蚵病拢扫歹去。这海边啊呢，就规堆蚵仔甲蚵仔壳，有真侪民众讲要捡回去食。医生也提醒讲，这蚵仔若准备食，一定爱煮好食，因为这款驶来到河边的垃圾菌较侪。伫海沙堡行会发出声音，长长海岸线拢食蚵仔壳，至少超过1公里长。这拢是蚵仔笼伫海水面，也是河口的浮边仔所饲的蚵仔，去互大海用现金化，未少民众拢走来捡。啊，多不多？我有2袋了。蚵仔话差袂着落去啊，蚵边嘛是，讲着这个长呀，讲起来拢会啊。炸水桶拿，民众尽量捡蚵仔笼是要靠无目屎，因为即搭伫台南安南区的青草轮啊爆花，是蚵仔笼养殖的地点之一。最近因为天气无稳定，佮有西南气流的影响，外海的蚵仔病拢去互大海沿线探去。涨潮的时候，然后加上那个气流，西南气流的引导，它就会把那个龟给打上来。不过，医师提醒，这蚵仔恐惊有真侪生菌素、大肠杆菌，无建议捡当食，尤其袂使生食。若是要食，就要确保完全煮好食，啊，若无较轻的会引起胃肠炎，严重的可能会全身性细菌感染。如果真的生吃了这些就是生科的话，其实会容易引起一些寄生虫的感染，或者是一些肠胃炎的一个状况。抵抗力差的人或是老人家，那他如果说一个肠胃炎，它可能就容易引起一些全身性的感染。规堆的蚵仔壳蹲伫海岸边，海岸线主管机关台港各界公园嘛烦恼发出臭味，切了开始清理，避免影响环境的生态。记者综合报道。这风台也未来，黄山河道已经造成灾情啊，落雨搁再加上曝日，这混入的西瓜规个水上，农民讲因的损失有超过5成，县政府也呼吁农民着要翕相留做证据，日后去申报这灾害损失。云林西里这搭西瓜园原本搁一礼拜就会当收成，最近却拄到几落天的大雨甲高温日晒，西瓜短时间内吸收伤侪水分，致使必顺甲水伤。细粒的瓜农讲伊种6分地，损失超过10万。哦，这拢食水入去啊？食水入去啊啦，食水吐袂出来啊，无叶啊吐袂出来啊，就害伊啊。这个安尼只要成10万了。哦，损失加10万。啊，你即摆落落，几啊万拢食水落去啊。哦。你食水落来，等伊的程度袂使害掉，日头做就害掉。瓜农表示，即马种1分地西瓜成本要3万，也毋过雨若连续落伫咧溪埔，短时间内无法度排水，西瓜园损失就真严重。针对这个情形，云林县农业处呼吁农民要赶紧通报当地的公所。梅雨封面过来，那导致我们有些在河床上的西瓜受到淋雨的影响导致有些受损。那我这边要呼吁农民。如果收到西瓜受到受损后，尽快透过天然灾 APP 做现场摄影，然后留存证据之外，也到公所去通报。农业处表示，无法度收成的面积超过5%，损害程度超过20%，都已经达到天然灾害救助标准。不过影响范围甲损失的金额，即马也在统计，希望受灾的农民赶紧通报，维护家己的权益。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台北今仔透早呢，伫咧建国区加一个36岁生出来通缉犯，伊无要互警察临检，所以伊利用赛车来弄警察，造成2个警察受伤。那警方是随开12枪，嫌犯有着枪，送病院了后，有关救不回来。警方也强调讲，这开枪司机拢有符合规范。就算警方已经提请协助，这台具有临检的白色轿车，依然伫建国高架桥顶悬高速等外冲浪分隔岛，是要害开顶半身，还佫挂伫车窗内底观察的警察。在场有8警力拢提枪，命令嫌犯入车，按过嫌犯无要插，佫冲浪致使环境受伤。其中3环境赶紧开枪阻止，连开12枪了后，嫌犯中枪停止步枪。故意伫车内抄到一包安非他命0.97公克，加送是分弹1粒。那2名同仁也分别受有这个6处的这个头部撕裂伤及手部擦受伤，送到这个仁爱医院去救治后，目前是意识是清楚的。那另外那个蔡显的是因为腋下跟腹部中弹那送往这个台大医院去急救，那最后宣告不治。在这么危急的情况之下，我们警察同仁依然坚守岗位，而
且当机立断。好，那我也希望警察局接下来不管是在医疗、心理咨商或是法律，都能够全面给予支持。七日透早发生在大安警分局路检点的冲动事故，2个员警受伤，嫌犯因为重情身亡。最近旧检冲动事故一直传出来，也互用情司机甲勤务风险备受关注。警察团结推动协会佮指出，基层员警当值的时阵，除了大胆用情，也应该有退避的权利，保障生命安全。不要都局限于说警察人员是否应有或者是如何，而是要去看到说，在劳动法保障体系里面有个概念叫退避权，就是我们应该同时也要接受说，警察人员在执法的时候，或许有时候需要有退避的动作，同时有积极面跟消极面，那去扩大警察人员在执法上的选择。根据了解，嫌犯是一个通缉犯，有毒品甲早期犯罪记录。最近特别理解，嫌犯妈妈做完笔录了后，低调无加讲话，也无清楚后生遭到通缉的代志。警方强调，那家属有政府需求会尽力配合。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先来提醒咱的观众朋友，这款白牌仔车千万唔通坐哦。伫桃园机场呢，昨暗有一个白牌仔车违规载人客，警察要去甲临检，煞来吹油门要绕跑。这伫后壁的人客车门就还未关起来，煞规个人就练出来，伊这手骨头是切着伤，一声这司机也着要接罚单。警察检车无停，后车门也无关，乘客直接为车顶摔落来。这是一件发生在桃园机场第2航廈白牌车非法载客事件。很惊讶，怎么会没有关门就走了？代志都发生在7月暗时10點36分左右，航警局保安大队发现白色自用小客车违规载客，要求停车受检。正確駕駛心喜技檢，這後車門還未關，道路紅燈，無讓過路人拍算賽車逃走。車頂的外籍旅客行一條，趕緊跳車，結果手骨切傷。駕駛才停車，警方拿查處理開單。不服警察指挥稽查、闯红灯及行经行人穿越道未礼让行人部分，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自单，共裁处新台币9600元。有关旅客受伤部分，目前保留法律告诉权。针对航廈違規招人客，航警也依照違反公路法，函車市府交通局發代票10萬到2500萬，吊扣駕照牌照4個月到1年。今年1月到5月，航警總共處理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1564件，公路法182件，民用航空法98件。也提醒民眾，若拄到主動向前來招人，問目的地車錢人，應該注意是毋是非法營運的車，千萬唔通去坐，保障自身的安全。公視新聞桃園報道。高雄地區這3、4月時陣，捌出現真濟烏蘇幫仔，想袂到最近落大雨又閣變濟啊！民眾含這環保局都要趕緊來防治。這些都是小黑蚊子。民眾的腳有幾個紅色的斑點，攏是烏尾定的。高雄美東3月、4月4個攏是烏尾，本來已經較好啊，但是最近連續一直落大雨，烏尾閣開始出現，讓民眾是真困擾。我們這邊那個小黑蚊叮都要死了，沒有人住在這邊，每個人叮到，整個都是洞，整個洞。你只要不點蚊香，它全身都是一個包一個包。民眾點下草的蠓仔香，唔拿味道。前幾天高雄各地雨勢無斷過，趕快喺3月、4月拄到烏尾危機的早上，紅點甲囝的市民來定前湖運動，規粒頭攏包安安。最要定的地方就是眼睛跟耳朵。環保局清潔隊今年3到4月，針對戶外及公共區域進行化學防治，但化學防治僅能暫時降低小黑蚊成蚊密度。治本之道仍有賴民眾自主清除或避免青苔的滋生。環保局派人去熱區來清青苔，要讓烏尾無物件通食，嘛提醒民眾出入熱區愛穿長手和長褲來保護。若是烏尾，愛去斑紋、白線斑紋和鳥刺細腳爪，老紅列入台灣定看的害蟲。台灣的這個害蟲這個防治的領域，其實已經沒有國界了。全球暖化的關係，台灣不只是有入侵性的害蟲，台灣的這個蟲類的
害虫的种类的组成也一直在改变。运输正发达嘛，互海棠是更较好去入侵无同国家。就6月初6世界海棠日，台湾环境有害生物管理协会伫台北花博园区举办以虫害防治做主题的展览，公开防治各种害虫的策略，互需要帮助的民众会当找到适合而且阁有效的防治的工具和服务。记者综合报道。去年10月伫咧台东地上有上百只野鸟，可能是去互偷袭。附近有一寡赤鸭，即摆这化验结果也出来了，赤鸭含鸟类的身躯呢，拢有这杀虫剂。这种杀虫剂正毒，甚至验到超过标准的2500倍。事故原因也是查无的。县政府表示讲会加强宣导和稽查。乡公所也讲，若准查到类似的状况，就会停止种植的契约。去年伫上乡一搭田边，互人发现上百只野鸟不明原因死亡，而且田边阁有赤鸭，好亲像是用来拐鸟的。发现的民众怀疑死亡的野鸟是食到有毒的赤鸭，送去化验，即摆化验结果出来，为死亡的野鸟体内甲赤鸭，拢有发现剧毒的农药加保护，安全标准是0.1 ppm， 刷验出上悬超过标准2500倍。环保团体烦恼会造成规个生态链的伤害。如果不小心的被人类食用，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可能就会有人类死亡的一个风险存在。当然，那些毒鸟案的结果也有可能导致生态链的瓦解。目前查未到下毒的来源，不过地上乡公所是烦恼可能影响地上米的名声。今年已经甲米厂配合向农民宣传，若是伫产区国发生毒鸟的事件，会停止甲农民的合作。也结合了米厂在重申跟农民来做这样的一个呼吁，如果有再犯的记录，我们就不再去做弃作。台东县政府表示，因为加保护农药是国际公认剧毒的农药，国内目前也是会使合理使用含量3%规粒的加保护，不过会加强稽查买卖情形，也呼吁农民唔通用来毒鸟啊，若无会依照野保法罚6个月至5年的有期徒刑，并科20万至100万以下罚金。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事前有准备，较变日后含危机。讲到今年的国家海洋日6月初8，要伫咧高雄港举办。今仔早起呢，这海委会就先伫咧高雄港办海岸12号演习的预演。这海巡、海军、空军同齐出动，有11只的军舰加3只空勤直升机。针对咱的人，若准去互中国军人bắt去，要安怎对空中海上甲咱的人救倒转来？派无人机监控歹道状况，海巡军舰透过战术队形，豆豆接近防劫持的大皮轮，两只敌舰军艇挖进船身，遂开始救援行动。这是空中有空勤直升机来到支援，准备救人。高雄港要办海岸12号演练，海委会伫初6早起先预演，请济军事迷来翕相。民众看到这壮观的画面，拢讲咱台湾的国防实力一点都未输人。整个的科目规划还有这个紧凑性，可能是高于马来西亚。因为我们会做一个比较嘛，所以基本上我会有一个很高的期待值。那我是希望说，我们借由这种反恐的操演，那我们可以就是说，我们把各单位的，就是说不管是救灾或反恐的能量，做一个很整合的运用。一直在挑衅我们啊，那维护我们民众的安全、国人的安全。一定要常常这样预演，我觉得会让民众会比较安心。3台直升机飞头前，后面对着海巡署4000栋的训练舰、1000栋的大众舰顶，一摆结合海巡、海军、空军、空勤4个单位，拢总出动4只军舰、7只军艇、3台直升机。海委会讲，演练的目的除了要展现咱的海上救护能力以外，嘛是国防实力的展现。结合我们海空部队捍卫人民的生命安全的这一股力量的联合协作。所以有海军、空军、有空勤跟海巡4个单位，海空一体来救护受伤、海上受伤、受难的人民的生命安全。海委会表示，国家海洋日初8会伫高雄港正式起稿，早起是海岸12号演习，下晡伫海洋馆有各种海洋相关的艺文活动，而且嘛开放民众去训练舰参观，国民众近距离来感受海巡的实力。记者柯家族柯兆阳高雄场报道。代替伫这个月23要起这车票钱，交通部长陈世凯也望讲，代替起车钱了后呢，会当愈安全，也推算讲，伫咧117年代替公司会当趁钱。也若这代替的工会是认为讲，车票有起价，员工的薪水也着爱起，这人才才留会掉。台
代替去年便当的收益达到8.63亿，不过本业持续了钱。这个月23开始会调整票价，一定起价了后，逐年会当增加54.73亿的收入。交通部长陈世凯早起出席代替铁路节的庆祝大会，望代替伫起票价了后，会当更加落实安全的改革。各地117年会当开始赚钱。台铁在台湾服务了138年，那这一次经历了30年没有调整票价哈，那这一次其实我看社会上大家也都蛮支持台铁，可以调整票价，让它有足够的经费，可以第一让这个安全能够做得更好。对代替确定花灯优惠用点数加到5至8倍，也是互人批评。但是开讲点数会当拄靠，都相当是实质的拍折。未来原来会当搁请代替规划多元的促销方案，花灯优惠会加新票价做伙来实施。代替企业工会表示，票价调整应该联动员工的福利，等你甲资方积极协商。现有的员工没有办法得到这些满足的话，当然留住人才，这也是一个成为最大的一个问题。福利的转换跟权利的捍卫，然后这个薪资跟津贴的部分一定要跟着往前走。夜点费120元，已经是低于所有轨道运输业界的行情。我们的危险津贴也已经是低于整个轨道运输业或者是相关高危险行业。产业工会坦白讲，代替加薪一直无解决，更加烦恼未来 T-Pass 加花灯的优惠，可能有部分拢爱由公司来吸收。化工代理董事长吴胜恒以交通部处长的官度，为员工来争取更加侪保障。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咱国内新冠疫情当咧加悬，民众开始买这防疫物资。就药师讲，这酒精较有人买，不过叫货时阵，厂商讲今日开始起价一成，厂商赶紧买货，讲是等到原价无犹太啊。若公平会表示，若准有厂商违法做伙起价，就处罚。受到最近新冠疫情侵关，民众今日要求直接灌2大桶的酒精买落就行。药师讲，最近民众买酒精的人数有增加2-3成，呼应民众需求，有时向厂商加叫一寡酒精备货。酒精还是有买，一般药局还是有卖。如果搭公共交通工具会戴口罩，还是会备着酒精。正当国内酒精加快筛这防疫物资需求量清关，却受药师发现有酒精的厂商敢若起价，起好大约1成。因为1成还在药局可以忍受的范围，所以有些药局可能不会涨价。只是我们觉得，厂商在这个时间涨价点，其实是有一点让人家觉得不是很好的一个时机。厂商澄清，不是起价，只是把酒精对原本的促销价改回来原价。不过也坦白讲，伫制作酒精的原物料甲航运这成本拢有起价。不过引起民众烦恼，国内酒精价销是不是出现变动？对于违反用联合行为去订定商品的价格或服务的价格，那国民家法的规定是，如果经过查获，第一次的话，罚款会在10万到2500万之间。镜头中其他药局因应酒精买起清关，酒精也是催暗这防疫物资，就放伫大门入来所在，方便民众购买。疾管署有讲，国内新冠疫情高峰有期是伫6月底7月初，呼吁民众出入医疗照护机构这场所，建议爱挂催暗，最好自我的防护。目前没有规划说要因为这段疫情而又重新祭出口罩令这种比较强制的规定。看起来其实在这样的宣导之下，民众自主佩戴口罩已经有普遍的一个提升哦，所以应该预期对于疫情的这个减缓是有帮助。疾管署讲，有爱观察5日岁连假效应对国内新冠疫情门诊急诊就诊人数影响。那连假了后有较例外，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可望会使提前下降。记者综合报道。6月7日是世界海棠日，伫台北呢，就民间团体举办相关活动，甲这海棠防治知识教予民众，才谈好这精准防治守护家园的卫生环境。老鼠药，如果你用在农地上，那老鼠会去吃，那老鼠死掉之后，可能会有其他的，例如老鹰或是什么之类的去吃这个老鼠，那鸟类可能会有死掉中。鸟鼠是真侪民众真困扰的动物，现场宣导人员向民众呼吁，唔通将鸟鼠药用伫农地，因为会危害食物链的生态。另外，热人也有侪虫害，亲像炭病棒引起的天狗热，更有外来的臭青菇啊、含青皮豆等等等，那拢是需要防治的对象。6月7日是世界海棠日，台湾环境有害生物管理协会也举办世界海棠日活动，来向民众小解新的虫害防治知识。
病媒防治其实需要这个与时俱进的。那有新的害虫，然后就会有需要新的防治方法。大家可以现场发问，好，然后也可以针对已经有的问题来聆听。民团强调气候变迁和经济活动等等，拢互航海变做全球性的问题。透过现场的工作坊和体验，向民众宣导除了爱用到药物来防治，嘛呼吁伫咧买防治药物也是杀虫剂的时阵，嘛着爱认明环境保险准登记的许可字号，安尼才袂愈防治效果愈歹，顶到对环境也是人体造成伤害。如果说我们平常就不考虑不用不同的药，都习惯用了一种药，或是习惯不看标示的去用药，抗药性又出来了，这个害虫你又拿它没办法，又有抗药性的研究吼，所以这一路上下来环环相扣，每一个环节都要专业的部分。世界海棠日活动，这是全台湾头一届以航海防治做主题的展览活动。民团希望透过各地专业防治的力量，让民众对环境用药和海棠有正确的认识，安尼才通精准防治，也同齐来守护家园的环境。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在宜兰打起一间电动考察工厂下晡发生火灾，警消警员接到通报了后，赶到现场拍火，刚才是无人掉伫内面。下昼是做什么作业的？阳光考察啦，考察吼。啊，伊即卖恁了解，可能是大约开始起火，啊，唔知。电，嘿，哪就崩，听啊，阮遮嘛拢四家袂少。这做考察做几年啊？久啊，唔知10年啊。大火乌烟一直冲出来，宜兰消防局出动真侪分队到现场拍火。根据了解，这间导火工厂大概有1000平，也因为这工厂内面有真侪化学的染料，空气拢是臭味。消防警员拢挂防毒面具去拍火，要让这导火原因佫需要调查。伫咧嘉义市的北英街有一间仓库，昨暗发生火灾，内面囤真侪物件，佮再加上这附近袂少拢是这大铁厝的这个建筑物，火势是拖了真紧，就随拖到中山路烧到7间的店。消防警员赶紧甲这附近的居民疏开，火是到透早才拍花，要让这导火原因赶快爱调查。店面后壁大火冲天，烧到边仔的透天。嘉义市北英街巷仔内底一间仓库，5号暗时要8点发生火灾，火势向头前烧去嘉义火车站头前的中山路上馆。而家2间人做伙，2间人做起来这么大。隐隐约有看到烟，我跑到2楼，然后2楼看到对面的那个铁皮屋，就开始后面就一直有烟冒出来，然后一直燃烧。大火延烧到中山路7间店家，消防接到通报，到现场全力拍火。因为起火仓库顶真侪物件，火势真歹灭掉。仓库附近阁有公务，消防嘛赶紧撤离附近14户徛家甲店家，徛家互烧到的妇人急甲薅出来。烧了呀！猫大概3岁。那现在找得到它吗？还找不到，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正在路上找。有店家着急找走失的猫仔，嘛有民众烦恼无厝通住。当地区长、里长嘛到场协助安置居民。火势大约伫1点钟了后得到控制。北农街跟中山路这边都有铁皮交接，所以火势燃烧得非常快速哈，而且由上往两边哈已经也在往中山路这一边来做燃烧。那我们消防局同仁立即从由包围站处来进行相关的抢救。找了透早受牵连的店家门口扭起封锁线，因为青叶火场阁有残火烧起来，出现乌烟。加在大约2点钟了，完全灭掉，但消防人员唔敢大意，透早继续伫现场警戒并做火调，希望赶紧厘清起火的原因。公司新闻陈环宇、柯正俊嘉义报道。彰化市的三民市场附近，长期以来有不少打违规甲这物件摆到车路，那这买菜的民众奥多摆无所在通停，连民众要经过也无路通行。即马警察去遐抓违规，开7场的罚单。警察一打巡，若违规占用车路的摊贩，就爱接罚单。彰化市三民市场附近，长期以来有不少大头违规占用车路，便若透早菜市仔开市，这带交通就乱糟糟，民众骑车无地停，就连行路的空间拢无。不好停车啊，因为大部分都是机车族啦，停车格也不够啊，停车格也会被摊贩停啊。有土地较好啊，交通会较好，买菜较方便。为着解决占用车路的现象，彰化警分局初6早起会动公所清洁队，强制执行违规处地，只要大头摆出来地点仔加路的，拢袂使。
团员表示，若违规确实就要配合，但麻烦了物件拢刷入去店内，也是顶下卡会影响做生意。对商家来讲，加少拢有困难。你有像爱把它摆通通啊，较无所在啊。卖讲摆啊，伤离谱啦，给一点生存的空间，总该好了。我们仅在事前连续3天派员前往整理并劝导违规的这个摊商。那本日会同彰化市公所清洁队执行清除道路障碍。中华警分局表示，拜五顶部计将开出7张罚单，未来会无定时巡查，若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上重会罚2000。团员嘛无奈表示，希望相关单位爱重新规划市场空间，有相关的配套措施，对民众甲趁食人来讲才是双赢。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中央特办林牛岭的政策大动，不过屏东关注调查，9成学校有意愿继续办。县政府对这个月开始继续推测，这对象也增加到高中生。屏东县超过56000名的学生，每礼拜拢有一罐牛奶或者是豆奶通啉，甚至也有补助学校保病设备。5年4班，叫到倒一班的学生就出来领牛奶，直升甲牛奶挂到教室了后，分予大家啉。小朋友拢啉甲真欢喜。中央推动的特班啉牛奶进程向法庭，屏东县政府整合学校意见了后，发现有超过9成的学校希望继续推测，所以县政府这礼拜开始继续办，而且甲补助对象对幼稚园、国小、国中，佮加入高中。每一周一缸会使有啉牛奶再加上我们本来营养午餐每个月就会有1次喝鲜奶所以1个月其实还可以喝到5次的。为了维持运送的品质，屏东县政府嘛补助学校的冷藏设备，已经有182间学校申请，有冰箱甲保冰的袋啊，互牛奶甲豆奶袂臭生气。屏东市中南国小的校长嘛表示，有冷藏设备嘛，互学生自由决定要啉的时间。那我们这一次就采购了将近40台的小冰箱能够让每个班级当牛奶来的时候呢，可以先存放在自己的冰箱里面。很有丰富的蛋白质，同时也可以让我增强骨骼。很不错，而且还是牛奶、鲜奶是冰冰凉凉，而且是100%的。小朋友有牛奶通啉，拢讲比进前的保久奶搁较理想。教育处嘛统计有9成以上的学生拢订牛奶，因这摆特班啉牛奶至少会推测到明年第1学期。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来看台南归仁的红霞自国小初六举办社书宴，这学生家己亲手炒饭炒予老师食，也结合着在地食半年圆的风俗，感谢老师的教导。这项活动唔但含这实人教育结合做伙，也让学生囡仔知影讲，这物件就要珍惜。囡仔透早开始洗菜切菜，准备一项毕业前的任务。款好势了后，应该葱仔先落去啃芳，兼卵落去炒，出来再搁啃肉甲菜放落去，规间都是芳公公。学生食做总破西，但是归零安华自国小6年的学生一手包办社书宴，有寡学生搁家己传料加菜，归零农会家政班嘛有30个志工来甲学生小放盘，囡仔甲煮好的炒饭亲手送给老师。你厝里无煮过，然后今仔日来这学习。然后感谢老师这6单来教育。我觉得我很怕切到手，因为我家自己是在市场那边卖猪肉的，然后我平常有时候就是我不太会下去帮忙，然后可是我也很想学。把我们的平常我们在家里面会做的那些，就是讲的比较家常菜，不教小朋友怎么做。活动嘛结合在地文化，校方嘛趁机会，互囡仔食半年圆这项传统习俗，向定平安顺利。校方讲今年拢算5个班，囡仔要煮好60位老师食到。这个老师讲看到囡仔家己煮一出菜，兼练捌在地文化，心内足感动。讲咱的老祖先来到台湾的时阵，因的一冬其实是食2摆圆啊。因伫这个半冬的时阵会过这个半年节。咱知影讲先民因过这个乌水沟来到台湾的时阵，其实迄阵生活是真艰苦。所以会当过半冬是听讲会当大家互相恭喜啊互相祝福。咱希望嘛，这个礼俗会当加含咱的教材内底，互咱的这个囡仔以后会记讲咱这个先民因的生活会无简单。规定区农会指出，这项活动唔但展现学生对老师的感谢，嘛落实实用教育的精神。校方嘛讲，学生学煮菜嘛学文化，1兼2个，也培养因的独立甲小好的心。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
伫咧片湖有一个80多岁退休的老师卢坤汉，伊用采集报告的方式来记录片湖。另外一个是50岁伫咧片湖做研究的吴明汉，因两个人因为有同款的兴趣，爱片湖也爱艺术，变做是好朋友。目前因两个人有合作，一个负责创作，另外一个负责记录，斗阵出一本册，或者用报告讲故事的人。西边西高是阮兜。厝后悬悬是山头哦。这位咧唱报歌是82岁李坤汉，伊自细汉伫咧皮湖大汉。伊讲今仔时皮湖无电视、无电火，上快乐的时阵就是阿母唱报歌互伊听。毋过因为无记录，即款报歌已经渐渐失传啊。较早迄是口传，所以拢毋知影啥人编的，所以人若走过身了赶走，就即个都报歌就断掉啊。大汉了后，伊甲台湾本岛做老师，生活真无闲。大家登去皮湖，就发现会晓唱报歌的人愈来愈少，规个岛上就剩一个人会晓唱报歌。所以伊退休较有时间了后，就开始创作。对2002年到达，拢总创作1200条的小报歌。转去的时候，发现讲这两咧岛的人拢搬走了足多啊，会晓唱歌呢，干啊一个老人尔，我想讲，我都退休啊，我拢有时间啊。我最有兴趣的啊，不如呢，我就家己咧，创作看卖。即届伊也和伊的好朋友吴明汉斗阵出一本册，或者用报歌讲故事的人。伊和吴明汉两人差40岁，不过两个人拢真介意皮湖，真介意大海。一个写报歌，一个爱摄影，两个人斗阵完成这本册。我就想讲，如果咱有一个机会合作，把你这作品内底精选出来，透过新的方法。来编，希望讲，互片湖的学生囡仔，佮中心来熟悉因爸爸妈妈，甚至是阿公阿嬷，迄个年代定伫唱的报歌。为着要甲老师的小报歌传互后一代囡仔知，这本册毋但请台语老师做正确的台文翻译，佮有华语的解说，连边的英语解说拢是吴明汉亲身落去翻，希望透过文字，甲皮湖的声音、皮湖的特色，拢记录落来。记者查选林旭凯台北报道。新竹地区有7成以上拢是食头前溪的水，当地人拢改叫做母亲河。为了要守护这条母亲河，请大家新竹地区5间高中成立大新竹流域学校行动联盟，透过这讲座和课程，要用行动来保护头前溪。大新竹地区人口数大约100万人，其中75万人饮用水往来自头前溪。过去头前溪就因为水源头有工厂头排污水，污染真严重。当地人讲，经过这几年整治了后，改善真侪。以前细汉的时阵，我常会去遐骑脚踏车，看到这些粪扫伫顶头，味嘛无好闻。但是即马看有清气足侪，我嘛希望我会使有一寡贡献。为了守护头前溪，3年前新竹有举办饮好水公投，通过废污水管理自治条例，希望以源头来解决污染的问题。清华大学最近也甲新竹地区5间高中成立学校行动联盟，要做伙守护头前溪。那我们会去可能看说头前溪的水质怎么样，我们会实际去采样，然后以及去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去练习检测那些可能有没有什么金属之类的。串联学生，然后串联学校的力量，然后把整件就是大家都觉得很重要的事情，然后把它做得更好，这样让学生的话，可以更了解，就是说我们真正在我们的地方上的话，有关于水的话，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会当这个含高中会当联合做一会安尼咱的永续的教育呢，才会当往下扎根。联盟发起人指出，教育是改变社会的关键。未来透过相关课程甲实作，协助高中生设计出在地水域特色的教学内容，让少年人了解守护河川的重要性。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自控50年要达到净零排放是全世界目标，其中氢这个气体是真重要角色。为了要让民众更加了解，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举办国内头一个氢零特展，希望透过这互动式体验，让咱了解到未来生活会当有什么款的变化。能量的话，它会比较干净。
囡仔遐很多路花咧顺路线一直驶，若是收集到轻灵车辆的动力，就会提升速度嘛变紧。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用轻灵做主题，打造过来第一座轻灵特展，拢总分做4个展览区，所有展览拢是互动式的。初六开展即天，就先安排附近的民族国小师生带上来体验。单方面呢，讲述的方式对因来讲的效果会较歹，啊，相对的，互因有去体验的方式，啊，去适应透过游戏的方式，啊，来去吸收这些知识。相对的，对你来讲会较有兴趣。那我也是今天来了之后才知道说，它是一个这么棒的能源，那它是非常环保的，不会像现在的石化能源那样子会产生二氧化碳。那我觉得我们未来可能可以去多多的应用。透过活动教具，甲民众了解氢的来源分做3种，某种实验室内底设备透过1:10的缩小模型来展示台湾目前的技术开发进度。伫咧边仔有一台轻灵奥多摆，规展览甲轻灵对制作到应用拢展示出来。科工馆讲，这摆结合产业界、学术界甲研究单位来办展览，希望互民众知影，轻灵毋但是技术创新，也是公民参加能源转型的一种选择。一直以来，我们在推动科普传播这项工作上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责任哈。那对于这个为了要呼应政府的以及我们全世界哈都要净零碳排，以2050年作为一个目标的话，那新能源的一个让大家认识就是我们的责任。科工馆表示，这个展览为期1年，后续我们按算要佮推出轻灵3轮车体验佮主题营队，打造一个轻灵的行动教育平台。记者柯家如柯朝阳高永昌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拜三公告禁止外国学生在未来6个月内入境美国去到哈佛大学读册，或者是参加交流计划。不过波士顿有一名联邦法官就把这个禁令挡落来。因若讲到这政策反起反倒，有一寡摕到签证要去读册台湾学生，也开始伫咧烦恼，惊讲这随时拢会出现变化。读哈佛上准定名号是真侪人的梦想，对台湾来的文书拄互哈佛录取，都要过去读公话这个领域。不过最近哈佛变作川普征召的对象，像是联邦资金防冻结，所落来招收外国学生的资格认证，互国土安全部来撤销。这是川普一纸公告，佮禁止想要伫哈佛大学读册，还是参加交流计划的外国人，伫6个月内入境。这争议拢互文书申請入學的過程有真侪困難，唯一會當安慰的是已經摕到學生簽證。So I'm one of the more lucky ones because I had my visa secured weeks ago before they announced a complete background check to foreigners. I'm sure some people were still struggling with the administrative steps. 文书讲，伊本地是一个医护人员，所以伫咧这段充满无确定性的期間，伊嘛會當選伫台灣恢復大院醫師的培訓，準備相關考試。但是唔管安怎，伊決定要耐心來面對所有的變局。So far, we haven't received any official communication, and if I've learned any lesson so far, it's to stay patient and see how things will play out. So. 外籍學生佔哈佛大學的學生總數是超過1/4。哈佛嘛講，若無國際學生，哈佛就唔是哈佛。針對川普國出新招，哈佛是修改訴訟，佢就要提出異議。波士頓一個聯邦法官嘛以會造成隨發生而且無法度彌補的損害做理由，暫時把這個禁令凍落來。文書敢會當順利去到哈佛，就看爭端當時會當化解。公司新聞張惠敏編譯。全世界伊斯蘭教徒重要的代志，就是賣假條件。對6月初4開始，有150萬個穆斯林要去到沙烏地阿拉伯。若去年有超過1300個人熱死，今仔日呢是熱到44度。當地政府趕緊來推動新政策，避免這款的悲劇再再發生。高温甲人電是這段信向之路的大挑戰，賣食吊擺信徒唔驚拗熱加溫滑的地形，天光前就開始往阿拉法特山集合。聽講這是先知穆罕默德最後講道的所在，信徒愛佇阿拉法特山停留到日頭落山。當地溫度超過40度，附近有大型電風噴霧降溫，協助大家長時間祈禱。賣食目前拄仔是高溫的季節，當局已經有事先預告，早起11點到下晡3點是一天當中高溫的時段，因為去年造成超過1300人熱死，其中大部分是無經過授權，欠缺適當的保護甲資源。We started almost 364 days ago. A lot of healthcare workers
pre-hospital care, ambulances. 沙特阿拉伯政府今年颁布新政策，包括12岁以下囡仔袂使参加，头一届参加雕牌的人有优先权，已经参加过有限制。伫大清真寺有装全球上大的冷却系统，增设400外个冷却装置，搁扩大热远的所在种1万丛树仔做环境绿化，人工智慧无人机监控人阵移动，避免相搭，以及有官方许可证的信徒会当进入卖家，已经当超过26万个无经过授权的人进入。雕牌对每一个穆斯林来讲，那是经济甲身体条件稳准，一生都爱尽一届雕牌义务。沙特阿拉伯有伊斯兰教上神圣的圣地麦加甲麦地那，由国王担任2座圣寺的守护人。相关的宗教活动也为三国每年带来上百亿美金的收入。公视新闻吴文玲编译。各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的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5度到33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4度到33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4度到3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4度到30度，一个未来3天气象。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